接把下来看我们嘅能源专题，今日来看呢系用海洋能来发电。台湾电沿路海海，在日头日光嘅引力作用下，也风潮退潮。海洋洋流，甚至利用海水表面同底下温差有20度的地形，也都来发电。如是的讲，系海洋能发电。客家现代发明家刘兴钦30年前一路面对用一个波浪高大落差来发电，先前还用一扎申请到国外玻璃发电专利，输强本太平洋方嘅首多国家来使用。不过现在海洋能发电能源转换率唔高，同时也使批接触到海水嗰個上路哦，故所國際方設計來作為案例，相對還係高少。30萬年前，台灣遇到石油危機嘅時，漫畫家劉興钦只想到到海面上設鋪台。上百嘅壓縮台或停建浪嘅高高低低，到風上底度產生壓力，佢同壓力送到眼船上嘅天窗發電。你嘅風向嘅意思，可以你唔會出來啦。緊窒，個空氣是跳出來，要關頭就陸上啊，你發電機、渦輪機之類嘅嚇，樣衝落去是可以發電嘅。但是劉興钦嘅發明都連埋係網友實際應用嘅案例，最近自發電嘅效益都難估算。佢高雄就係要業者研發出波浪發電，同普通用到海面上停建浪嘅高地上下，安尼同威能轉換做電力來發電。連埋基建同海島型嘅國家簽咗25年嘅授權長約。海浪本身就是做功，那功來轉我成為了發電機的功，那變成電就最直接，沒有損失的。所以我的設計的基礎理念呢，就是沒有介質。多數業者按期待，但是研究海洋能嘅學者是講，水皮長期浸到海水底度，唔單止動物生路，海度嘅生物未會黏上去，還要透海船增加水皮對海岸生態嘅影響，做下係要考慮嘅問題。台灣自然資國防嘅考量，還有海船嘅污染，對四維海域嘅研究都連埋還係冇啦。比如說，我們用海流發電的話，它可能有一些葉片在海裡面旋轉，也會造成海裡面的一些擾動，對不對？那海裡面的魚類啊、生物啊，可能也會受到一些影響，對不對？好，那但是這個影響到底是只有負面的，還是說是不是有一些正面的影響？這個也還有待比較多的評估了，啊，調查跟評估。其實頭至881年都已經有學者提出海水溫差發電，因為同表層本日頭照見較少濃嘅海水，蒸發了後會帶動高輪機發電。嗰種海面1000公尺以下溫度較低嘅海水冷卻，但是呢個過程係用電力儲水，所以自專做嘅案例當中，1979年代係維持1000個千發電量15,000瓦，轉換嘅效率僅達3%。台灣東部外海只係幾千公尺嘅海礁，5年前咪是同夏威夷簽過合作，但是因此投注嘅資本也當高，都連埋還係冇大規模發電。我們目前評估它的發電成本都相當的高。如果我們整個的發電成本是高到一個程度啊，它是可以去跟其他再生能源去做競爭的話，那它是可以去發展。那目前可能還要在也許10年或是20年的時間。台灣鐵合研究到，雖然講定位做下係海，不過對海洋還係冇乜了解。雖然講生學家認為講，當然做下相關嘅潮汐、波浪列島嘅海洋能發電還是不當好利用，但是要防止水皮上路，還有對海洋生態嘅影響嘅因素，造成連埋海洋能發電嘅成本效益都難估算，所以看肯投資成本嘅國家都連埋相對來講未較少。客家新聞記者為劉文輝綜合報道。